的心爱的眼睛，伊给你流去跳起，天天加油不去铁架，感受都市各种的存在，上帝的几行茶最暖满意，脱下悲伤的世来爱去来比，铁掌门风势高涨海黑衣，敢拥有了爱情。红灯前停下了脚步，停下偏你路路。用下等等枪等作戏，咱哋大家一样心情，路人甲伊行不同的路，伊卷世学生狠狠听念书，铁站摆下看无阳光的伊，爱依旧的天台。嘿，我爱一杯饮生意，我走上不你，让我世界色亮满心，穿很复杂的你，不用爱心事，告诉娘不知。用最自然的方式。居然敢有人在土地公旁边撒尿，会遭天谴的、卖铁土地公前面撒尿，我遭天谴。八公，看待人还无好吼，遭天谴。哎，这位客人，要不要租车啊？后面，进来啦。哟，哎，安念说啊，今比有会做到暗后上哈？无按太长啦，嘛都三个请来麻烦嘅。怎么？安念说，那又有批到你对玫瑰玫瑰嘅迷思哦。你啦，后面。嗯。我总要知道哈，万一啊，当危险呢。嗯。哎，姑娘，你看到大都不坏哦。嘿。喂，你可以身材，你身体，你贵装的清杂嘞。我这。那当披风，哎，不错，我结天嘞。小了喊你嘅，我就搞崩了。有空了你办。阿爸。啊。你听过本小乐幸福嘅？哎，講可能啦。啊。誒，有演無演，總係重演咯。繼續看日表演了。冇問題。安念說，老外講，我愛做馬街，那一定會去做。哦。按叫我是遇到一些嘅麻煩，門要裝嘅關咧冇出門啦，嗰種內裝報備，保護我安全。好，冇問題。安睇神。講到啲工錢啊，嗬。嚇。阿爸，你係自家人，幾好，冇計較啦。冇計較，唔係計較啊！很下說。唔好啦，我轉去啊，不過小樂聽講人好吧？真嘅？嗯。是冇安念說呢？嗯。誒，唔過，乜嘅？你到底遇到乜嘅危險啊？你講唔得啦。嗯。真嘅。这么淳朴的小镇，居然有人在搞这个。安念说啊，你唔係吴伟雄，乃咩唔係有家利數，你做得不用看應該。阿爸，阿叔，阿叔，阿爸，你講嘅哦。走。阿爸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請快速離開，謝謝。哎，請快速離開。哎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謝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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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俺有槍冇？文兵啊，
做专业的保镖，唔单像咧看假片呢，假片要注意啊。哦，好，哎呀，阿叔，我要一杯咖啡。你怎么一眼就看出是我？哦，拜托，啊，你只是多戴了一副眼镜跟换了一套衣服，以我看男人的眼光这么的厉害，当然一眼就认出你呀。我要一杯咖啡，谢谢。好唔呀？啊，哪家比朋友呢？做嘛有爱心哦。竟然学随时会带点个武器啊！佢随時都會攻擊個住民啊！啊，用啊，喺咩當業總人氣啊！哦，好啦好啦。这么该，这么该。哎，你要糖跟奶精吗？啊呀，谢谢来给你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小心啊，很烫哦。哦，好，谢谢。啊，对了，这个，哎，阿年说。找钱。对。啊？哦，好。两个今天很奇怪哎。文斌，阿燕叔让我讲，你一时咧就唔像个专业保镖，专业个保镖，哎，爱。你反倒当然唔像个宠物咧。做个专业保镖，随时要装灯、看灯。有啊有。哪有啊？有啊。可能你有看过个魔鬼终结者吗？哦，有。哎，阿诺施瓦辛格嘿。嘿呐。哇，是，嘿唔系阿牛。哎，算了，你有看到鸟一下？啊？唔会喏。啊，我知咧。做你阿身衫啦。啊？运通衫。做一个专业的保镖啊，就会着西装，戴啲耳机，佢看那个西面，你马上随时发生的状况。啊，有张专业。爱去下迄有西装啦，唔过吼，行我去买耳机哦。佢还有哦，含到资料咧。佢嚟去做一个专业保镖嘅，佢外表仪容整齐。好，你听到摩托床咧？啊？莎嚟去寻阿兄弟捡啊。呀哈。嘿，肯定去。哦。要抓他。哦。阿姨，那个人是谁？阿元叔啦。阿元，他怎么穿成这样？我也觉得很奇怪，他今天跟文炳哥两个人怪怪的，不知道在干嘛哦。阿燕，哎，银币看着东吴汹涌呢，安太有啥哦？嘿，阿兰姐，意外，真的呀，他有啥呀？唐讲抽乐透，真嘅呢？哎呦，拜托阿兰姐，我发誓啊，我抽乐透，我都冇啦，哪有抽乐透啦？你没有中乐透，那为什么从头到脚焕然一新啊？嘿啊，我就，啊哈，我了解男人啦。通常男人会开始打扮自己，只有2个原因：一，要么就是突然发财了；二，就是谈恋爱。阿元，那你是谈恋爱还是发财？错，你们一定以为我是中乐透，对不对？偏偏不是。对，我就是谈恋爱。你看，完全被我猜中了。那阿燕所以什么时候要带女朋友回来给我们看呐？对不起，他很忙，没空啊。哎，你都没有跟我们讲哎。对啊，交往多久哈？就回来的时候，回来以前的时候交往认识的，现在复合。哎，那他是做什么的？住哪里啊？就以前就
专业的柜台小姐啊，后面做一做，就想说考空姐啊，一考就考到啦。飞机飞来飞去就忙嘛，忙来忙去以后啊，这个国际换日线就不适合了啊，太忙了，结果就有时差的问题要克服啊。后面呢，当专业记者，又跑新闻，跑来跑去呢，他自己啊也是居无定所了，到现在忙啊，一个字。不过人家做过空姐，身材一定很好哦。哎呦，有没有照片啊？啊，有没有跟我一样讲啊？有了，跟你一样讲，反正她很漂亮就对了。对不起，我在忙。哦，忙着想女朋友啦。什么？阿元他有女朋友了，而且是个模特儿。是吗？我听说是幼稚园老师哎，是空姐才对吧？哎，都不是，是主播。我听到的绝对没有错。哎，阿平姨，你做得来我挨个跳那无吼，慢跳。哦，好，哎，淑慧啊。哎呦，你平常都穿运动服，怎么今天又穿西装了啊？哎，我知道了，你要去喝喜酒啊？你要去面试，你要去卖灵骨塔。那你那个脚踏车店怎么办？我现在是有在做一份新的工作了，但是这关系到终身大事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我再讲下去后，我会被阿元叔骂死。终身大事？你刚刚开始说已经交女朋友了吗？难道他要去结婚了？他要背着我们举行秘密婚礼。哎呦，我知道了啦，他一定是要找他去当伴郎啦。所以你们早上在排练进场，对不对？难怪看起来那么的紧张。嘿。小乐你好。哦嗨，快嚟啦！用的呀？爸以前会结婚呢，堂公会生每年一夫差咯，老爸却用硬翻条路走呢。不过爸好常常用爱去结婚啊，无通过去老妈你看行啊。你们是在说阿元叔的事吗？其实我今天下午巡逻的时候，就听说过这件事情。我听到的时候还吓了一跳。那你怎么没有问我啊？我以为你知道啊。爸是猜黑哦，一天到晚在外面做什么事情不跟我们讲。我还听说，未婚妻的年纪比阿元叔小很多。我想，阿元叔是顾虑你们的感受，所以才隐瞒你们的。怕我们反对，也不能瞒着我们嘛。哦，想到就生气。我们晚点再找你爸问清楚，你就别气了。啊，姐，我还想到上次你不是问他钱从哪里来吗？他不是就说不清楚。我在想，那些钱会不会是结婚要用的，所以他才不敢讲啊？有可能哈。可是这样更不对啊！我们对那女的一点都不清楚，怎么能让爸去结婚呐？而且那钱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啊。对啊，说不定那些钱是爸去借高利贷耶，那就惨了啦。阿天，你能不能帮帮我们？没问题。我好怕那女的是来骗我爸钱的。有可能。可是你们连那女的叫什么、住哪里都不知道，我要怎么查？你可以学杂志记者啊，就去跟踪我爸，然后趁他去约会的时候偷拍那个女的。要不然就是采集他的指纹。对啊，警察不是还可以用电脑查资料吗？不行，你们刚刚说的是征信社在做的，我没有证据，不能随便乱来。大不了我请假自己去跟踪我爸嘛。是你的工作重要，还是我比较重要啊？方宇，我尽量帮就是了。好啦，姐，你不要再为难阿天了啦。你这样请假方便吗？
阿文变，怎么？你个谈啊？MP3啊，你蒙人哪能讲话谈个 MP3？就蒙人老来讲法咩，蒙阿位汤马街。来等下唱。安尼做，也下大家都无非呢要结婚，无老大家结死咧。买儿子结婚，他讲无非是耍呢啊，系嘛？安有清楚啊？正经咧。不好意思，你们有卖咖啡吗？你要几杯？我们还是不要。安尼做，俺按用型吼，但枪会吓到人呢。咖啡啊，全就无卖呢。咖啡有卖冇卖，这是俺的事。我知道你做得以后啊 ，good。不过吼，俺正经总管嘅时装呢，俺背身吼，扭扭缩缩嘅。哎呀，阿文变，做一个专业的保镖呢，哈，你看耍嘛该？你啊，应该注意一下，那边啊随时有状况发生，我们用应付上差。这要起案救吼，哪有嘛个事情发生？俺我做的好吗？唔可以做诶，唔可以拿用天数啊。好啊，今下做嫌小乐，请个配音啊，请个较要坚持的啊，请个较执着嘅种人啊，请个放个冰箱。还没唱。文斌啊，喂，Peter，做嘛？文斌，你喊嘛？哎呦，俺缺一死嘞嘛个事情。嘅唔係講係大嘅太極拳，嘅考住起碼間人記得咧，做啲我講係一擺嘛。好啦，来，起好啊！好，脚站外肩宽，好，来吸气，提手上势，吐气，蹲低，再蹲低。你不會攞埋開？要不按到，乃跌倒嘞。哎呦，文斌啊，你用的啦？哎呦，俺去做个安演所个保镖啊，去几日嘞，正经我本去扣死。唐人講，嘅眼元素做個樂透，講嘅全部人條件，鼓手當請做個保鏢哦。哎呦，今日無老眼講太多呢。係啊，不過，俺正經無想要做的啦。俺嘅這行茶店，總係俺會做嘅事情。嘅，你老實講啊，哪有人嚟強逼人做件冇做嘅事情啊？喂，佢迄小樂家爸呢？假使吼，俺偷到小樂嘅時間，佢就係俺嘅聰明佬呢。假使吼，俺講到嘅小樂樂，和迄細扁扁嘅時間，佢就做假工咯。要上鐵道嘛？反正吼，俺就會無想要得喙機啦。蒙講啊，唔講我用慢做。冇樣好咧，你點吼先關機嘅咧，然後先空起來，到時候佢請冇人吼，佢就會請聘人做保鏢咧。正經？係啊，這。
准，无准，在你在干嘛？没有啊，没有在干嘛？你又闲闲的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有没有看到文笔？没有。我在等他啦。书记又管天，到表妹打电话抢架。讲嘛解啊？文斌，文斌，红豆生南国，豆在釜中泣。文斌，文斌，有冇样去？你边冇快点，好点点的营养唔见得。无伤，迄几条以上对眼鸟诶，听文标，我保护爱，几条猪就先好几个。尸体不宜久留啊！大哥，拜托拜托，迄阿文标做迄饭诶，犯罪期啊，杀罪吼，准备杀罪就好诶，你千万莫很记就唱啊哈，拜托拜托。时间到了，我们该走了。爸，转嘛？忙呢，期末睇戏啊呢。啊，挑下伫个个，我讲 Q 的牌。又啊又喏。哦，唔是大的啦，技术期末通。对哦。色彩哦，按照无看到你，真紧都不认识呢。可妈阿姨，可妈阿姨。小乐、冯爷，你用来嘿？我爸唔见摕啦。啊？哎呀，你根本有看到假人嘛？无。啊，佢都在做戏啊，也都冇通佢讲诶。我唱伫叫我结婚用诶。啊，要去写这个片，够影无？不过，我了就唔知佢啦，莫影响下下，我都讲佢本人片呢。
爱记啊，是唔是将结婚就可以藏起来？嘿哦，假使佢真經尋到佢愛嘅人，我垃圾冇出到以後啊，請講哦，就係佢要拿錢，再冇當冇對順利啦。嘿啊，我條就團啊，佢錢喺樓底下錢莊家誒，假使佢攞錢款定走，佢就冇干冇殺的啦。你嘛係唔係要報警啊？還唔是啦，上擺佢唔見提案多年，啊，講嘛家去部落，冇清楚，要擺咪強用啦。唔對，先轉去等，莫想按多啦。佢拜託大家聽注意哦，我條轉去誒。好啦，晚安。晚安啦。安静。这位奶咯，也放鱼熟了，침도会死呢。没啦，我主动去的，做位甩戏烟啦，做。做乜甩戏烟啊？先没事嘞，主动去啊。哎呦，天天的什么感动的呐？那咬不咬？没干事情呢。安句。呀，trong lòng講真真哦，阿文彪趕緊檢出嚟啊！有乜呀？我知道，佢把我們犯罪集團殺死我。有乜用啊？我估下開啊！我驚啊！味道嘅啊，阿文彪當我本人嘅。阿文彪。阿文彪唔見嘅。老爺呢條錢，乜嘅關係啦？我要提案叫大家從來有會無嘅樣嘅，唔聽說勞動愛出樂透，對冇？係啊。唔係樂透啦，銀行本來錢。跟銀行冇擔冇對半呢條錢要做乜嘅？我係建議啊，不會拿點伊，我啦收入富條啊，總好來起手。啊，銀行唔知這個價錢，啊，按做其中一件。我後天點樣幫佢錢，我就拿賺落來。跟冇拿嘅，都然不會來對事呢。冇，我講到錢，我都來嘅，錢拿到我就借了。就會談啦。人還沒提，我都冇去查咩，就想講嘅，留一本做好嘅，啊其他做費用還沒唔係表現嚟了。嘅天窗啊，銀行咩唔錯嘅啦。我做嘢每日放魚毛，看用我處理啊！我冇去先嚟知啦。哎呦，也是哦，經講咁複雜嘅，我咩唔知？係啊。你話講啦？係是當然講哦，按叫有乜個犯罪集團專門利用人的富條騙錢，我驚怕我咩其中一個哦。哦，係哦。你條白是老嘅錢種加工錢啊！我聽說人嘅身份證做錯了有罪去了。我突然講咧，因為驗底是。老錢糧出來，全部4槍槍，苗都本會菩薩邊，我就驚他還會做到嚟，我想搶下文標做冇病啊！佢真嘅喲，佢文標你就全部實報警啊！冇，報警，佢其中叫咗點呀？你係人哦，人為財事啊，你鬼人小利小嘅，我睇人呀！我啲，嗰陣點咩嘅？按到錢，我今日阿妹真係冇干冇殺嘅啊！安做？你嘛？你咪扶上去啊！來了！阿姨，谁呢？按之後就來吵啦。你做得幫我一系列滾水嘛？阿母，你啊！
阿念错，那你冇用的啊？无，阿念错，歹势，我人吼有一系列无爽快，我可能做唔得做两个报表咧。啊，阿念说，歹势，阿妹啊，你问呀？我咩唔知。爸，你给钱，还没老地下钱庄家呀？钱嘞？你自费了哦。哪有啊？我抢迄老家天天冇做面啊，吃的1000人天天，其他全部都2靠，係咪？我結婚我就有唔啲。哎呦，就建議呗，cái淑慧老阿蘭姐啊，因講，大概阿年講變薄了，變有錢了，我是講騙人地都講，就請來麻煩啊。過個淑慧又講嘛個，男人愛打扮就是談戀愛，我就跟伊講，是啊，嘿啊，哎呦，天天。哦，原來係咁用型哦。然後喺問講錢哪來啊？哎呦，這個都金鋪的啊，愛哪地哪來的，都好點點的幫俺多錢。爸，都件鋪嘅咧，哪本嚟看啊？冇，我做老五去銀行門看看呢。買地啊，都金鋪的，我是記得啊，變到個些新房的地都，唔知變到哪去了。啊，我變數家下想看到一個新房，係咪廿幾啊？你看到？哎呦，嘿啊，做了，睇死啊！眼花都係年下呢。做了新房啊？哎呦，佢又蠻好查，又蠻好看的啦。個錢啊，我免到，聽說有問題。我所有的戶頭加起來，連稅都填到冇錢就冇。爸，你叫我看廿鋪嘅啊？地方還有股票呢。哎呦，佢做到買鐵咧。老大啊，今天啊曬唔過啊！今日就妒忌啊，揾飯食啦，做到買幾多就買幾多啊，做到買鐵咧。哎呦，現在這路哦，這股票啊，哼，啊，青菜買啊，太陽啊，我幾多錢？唔係喺銀行去賺啊？假使哦，嘅錢咪白嘅，聽說係還人啊。哦，好，我叫去查看啊。阿蘭姐，幫我切一點小菜，我想要豆乾跟豬頭皮。好，謝謝。哎呦，阿燕，我還事情還可以。哦，滿面春風，現在戀愛中的人都這樣啦。錯，咩？是我真的發財了，拿這你鞭炮來。原來那些錢是我的，不是犯罪集團的。啊，所以說那些錢是你的？哎呀，也不是銀行搞錯的啊。奇怪呢，你沒講楊遠紅的戶頭丟起來，張錢夠讓人聽，怎麼一下子變那麼多？就我也忘記了，那時候我也不知道，應該還有很多錢呢。我要豆乾跟豬頭皮，謝謝。那咩唔記得？那唔記。好嘞，一擺啊，因為阿年這家沒這家。哎呦，阿媽好啦，獻上一個紅包。係啊，這阿年說沒動神氣呢，這個證券存折底度哦，還有幾多張股票還冇買睇做唔啲。這個不怕變哦，我可以睇下電視。唔對呀，10年前哦，股票崩盤嘅時節哦，當多年哦，應叫誒。好得咯，捱無夠，廿球啊，迄股票市哦，了槍。像阿爺阿叔阿嘛冇買啊，股票飆誒，配股配息呢，佮有幾萬萬呢。哇，阿年阿咩想買幾種標的？阿嘛係欠錢的付法吼。
那是长期投资，短期操作风险很大的，莫喊钱哦，莫买，叫卡实体较好。哦。松柏讲爱买一个东西啊。欢迎哈。呀哈杭州唔得唱啦。用呀？迄群的师傅张扬啦，因为你妈咧做细啊2年级。哎呦，一下无人黑啦，外面上帝哦，一下流行唔捌解啊。唔怕啦，也无按键啦。看一下啦。唔怕，下摆张看啦，下摆张看就好个啊。是哦。快看，唔怕，快，爆炸！日本流行法，哎呦，日剧嘛。这呀哈，日本哦当红的偶像团体啦，家己想我研究一下其他条男哦。因为迄唔系点点个会好新的物件嘛，这样才流行嘛。哦，一些足部护理保暖器。我安讲嘛冇错啊，做你送迄吼，小小够好样啦。亚亮风就价钱远，这就算嘞哈，还能偏矮啊。哎呦，全都是推。救命！我太哎呦！啊，奇珍，嘿，因为啥做了？冇啦，高粱嘅学鱼米粿啦。啊，我上鱼米粿以前呢，都可以下小倩。啊，人然后来也唔先带下天花板啊！那做得很阿兰子啊，咩个旁边条墙啊？哎，阿兰子，唔是啦，唔是客气去讲人啦，唔是啦，唔是客气啦。啊，鸟喏，看人又冇乜欢喜哦，咩米粿啦？哎，你咪唔医疗啦，伊打官司。打官司打到米粿去啊？阿妹哦，人家一抢哦，翻到米粿去啊？唔系爱去假啦，系公司的问题啊。公司有几项专利吼，不应提告，你公司也向对方提告咧。反正哦，你下事情吼，冇到动麻烦。好啦，冇想太多啦。我冇做样，我嫌阿兰子暗夜做较澎湃着的，睇下你到底是要嘛？哦，阿兰子，哟呼，阿兰子，唔是险啦，冇错，人家看过咧。冇错？系啊。哦，伊怕送东西去阿贵的去骗啦。打电话俾，打电话俾。哎呀，唔是打啦。啊！我打过来，天发展线啦。展线？我做唔信啊，天发啊手机较好。冇你打试看。哦，好，我知道。哦，我待会会去学校一趟。哦，你不要这么说。好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好，再见。营养满意冇？哦，冇啦，我冇该事情啦，阿神做你冇喊嘞。你有听到冇？听到冇？英英啊，你学校出事情的啦！出事哦，你营养的嘛？因都冇专心呢。那怎么按英子你头堂陪你讲天发啦？我去头堂。无人伫旁边讲天发，我还要老人讲设定啊！
然后扎大呢吼，啊好看呢。哎，你像这种可以把它剪，把它很飘逸啊，懂讲。羽毛剪啊？错啦，羽毛剪呐。哎，头哥吼有一蹦哎吼，咩去剪羽毛剪呐？张开始吼，咩吃到1号款呢？后来冇流行的呀。哎，蜜蜂姐，我知道吼，应该坚持去噶，做个错的事情，羽毛剪真好看。故说哈，你就剪了羽毛剪啊，知吗？哎，好看。哎呀，你看，嘿，安尼，哎，嘿，懂讲哦。做饼本人做到，唐文人讲的。市场打电话给阿兰啊，糖豆的呀。有糖的哦。哎呦，唔多糖豆的啦。哎呦，安切甜甜的啦。啊，你唔创药啦？哦，唔有糖唔错嘛？切对糖唔会糖唔创啊，糖在懂清楚啊。他个死人哦！到底咩物解啊？俺头摆都唔会按用啊。错啊！哦，原来这是只做表哦，做懂声音呢。用在本人做到啊，好逊哦！他一定是做小抄啦。嘿，听说去做小抄，按哦，佢本人做到上来哦，做难听呢。英语你感应吼，一天黑，人缘无好。做表老年有嘛关系啊？有关系。佢做表哦，讲的係團隊合作啊，而做係無人聽數，怎麼切假來啊？頭體幫先生簡單，唔過頭體幫講因排數嘅同學冇簡單。錯，細妹啊，千好頭年啊。係啊，懂得鬧呢。所以睇好嘅方法是係甲貴人款款，強下頭年，唔錯，係強下做表。那卡走啊，真厲害哦！我們全班作弊哦，平均全校第1名啊，先生都差哦，攏差哦。哇，水銀懂香呢，有冇攞人強下做同學哦？真經懂大宋啦！強嘛該啊，做表漢敢講哦，見笑。哦。伊個細年哦，是有較眼福啊，講記做表，我唔信呢。我每次都記咩愛用人嘅聲音啊。係啊，而唔係啦，而家唱我係頭年嘅年啊。好，下年吼，先講較快。拉忙，事情忙清楚哦，莫亂講，知冇？哦，你會剪？剪羽毛剪啊？羽毛剪？我唔合啦。哎，跟唔過 Peter 講啊，他適合羽毛剪啊。Peter，状况怎么样？等一下，现在2个人都不说话，进入对峙阶段。阿兰一举起手。好像要拿东西。没有，好像找不到适当的武器。开打了没？小声一点。阿兰一放弃了啦，啊，坐下来了。你吵好了嘞，吵好了嘞。唉，吵好了就好啦。唉，冇想到哦，咱在將來哦，就遇到那種事情啦，希望佢大帥呢。爸，有事情哪有想過咯？我想到啦。譚晴瑩，我都講係本兒眼夢誒，出馬我先啊！嚴王跟你講啊，出馬跟小偷都要做大。然後進來，總係我先嚟啦。我眼睛比較好看。光眼看，看眼球誒。我來看。光眼，光眼看，怎麼死？哦，今天月亮好圓哦。淑慧，啊？今天初一。哦，那個今天的星星好圓哦。
转的好硬哦。阿元叔，你自己没有鞋带，你在绑什么啊？我哪里是绑鞋带？我在擦皮鞋。你们两个不要再装了啦，反正这种丢脸的事啊，早晚大家都会知道的。哎呦，哎样的事哦，不是了你的啊，太搞出滴流，我是记救的哈。阿姨，茵茵说不定真的是被冤枉的啊。冤枉？你听谁说的？听刚刚跟自己讲的啊。茵茵的个性哦这么的直，有什么好不敢承认的啊？现在都被抓到了，她干嘛还要嘴硬？哎，你的客家话越来越好了，都听得懂了。那是一定要的啊！我都来这么久了，多少听得懂一点点呐。我还想说哈，我之后要去考客语认证。你听哦，讲，马该。来，哎，你真的要去考客语认证了？我可以跟你补习，1对1教学，学费可以打折优惠给你，好不好？阿叔，我们现在是在讨论茵茵的事情哈，你不要在那边老是那边做生意的事。哦。阿兰姨。万一茵茵要是真的是被冤枉的，那你不就误会她了？唉，要是万一真的是那样的话，你们也不用替我担心啊，我自己会去学校搞清楚的啦。哎，我来请个议员嘛，哈，去我教，迄讲茵茵真的本人言无哈，我做冇必要说咯。你有认识议员哦？开玩笑，那可多嘞。你开的玩笑可多的嘞。你不信？你不信我打电话给你看。没电嘞。电话就，我就不要。好了啦，自己做错事情找议员有什么用？哦嘿哦哈，做错事找议员，那不是官说啊，要找台管演张聪呢，要硬凹，大观园就会凹了，对，找他们就对了。电话接我，行吗？哎，好了，天色已晚，大家早点休息吧，我回去了。哟，我打电话啊。哎，安乐记。真是哦，是茶。什么意？天自从勾了勾血管时，1,100度呢。系啊，你讲台这家吼，到公司啊，虽然讲裁员风水冇强用啊，不过其实呢，田螺两种东西吼，眼里就唔差唔多啦。假使讲呢，佢講硬哦，去麻煩吼，嗰真是炒唔起咧。爸，你阿爸而咪個出天會做咁耐冇？唉，唔是少啦。假使講咪個雞片哦，唔係盡哦，我超水啊，又超咗嚟佢嘅，好冇？有，阿燕啊，阿燕說錯。哎，唔係啦，阿蘭雞片冇事先啊，哪個冇事情？兩隻哎呀，古月肚都塞條。阿燕啊，啊，冇煙自家要買煙講啊？茵茵啊，茵茵就講佢嘅願望嘅啊。冇煙願望嘅啊？冇阿燕啊，小倩，你先轉移吼，私底下問茵茵啊，朋友班講，今晚本呢，我做安迪阿燕輸兩片。要買事先打電話嚟買講，好。好，我愛上轉移咯。大家晚安。好，早點睡呢。好，拜拜。Good night。拜拜。晚安，拜拜。爸，門記得鎖，燈記得關哦，我要睡門了。好啦，阿三叔，晚安哦。晚安。好，早點睡啊。好。Good night。等下我先睡哦。啊，忙你睡太啦你就空滾哦，還是習慣，還是唔是想睡？講來咧，你這架水門係傾到天台上嘅，唔是少人，我最近吼公司按多時間吼，少到上五天啦，當日天公人水，你下早點睡。我看啊，人家公司嘅官司啊，他嘅運勢快哦，一個月嘛。哎，你也風快了，該唔是咧。我搶到我阿爺去改運是當鬼呢，像人家公司嘅行情啊，冇去價錢咩屬於價白班，那種嘅。我搶啊，冇改呢。該做唔是的，千萬唔好幫我任何嘅建議，好冇？拜託。算了冇講。但是呢，你天公爺做去美國了，我就建議做人裝頭嘅白宮啊，好好嚟拜呀，紀念下。唉，我前頭講解吼，全部好笑啦。講住出啊，拜白宮長要人啦。好啦，天公爺呢，我去拜，你哋白宮。我下早點睡啦。好，叫我先睡啦。
某想写啊。一种7，你谁？ 7，都对。有烦恼。承蒙指路，万分感激，一时相赠。做今日有一只当官人来吃饭，讲冇带到钱，硬是要送来了素食呢。请问几位几人房啊？独身一人。好，1人房。两台过去，漫游年初233来去天马，看都是你无的风景，意外无笑一道，对面嘅三分一，总袂叫你热手打招呼。3分2，总袂叫你接手打招呼。对面嘅3分2。